各位乡亲平安，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9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，我是丹妮。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今仔日确诊数降到8万以下，不过有145个人死亡。但是中共北部有较长号，即嘛换南部，疫情要长伫咧高原期。日前过严军破文引起争议，行政院长讲，若是散布假消息就会严办，引起在野的反弹。嘛讲面对资讯战爱真谨慎。台铁目前有要100座车帮暂时停驶，而且按说会阁减车帮。台铁讲是因为运量减少，甲司机员确诊的影响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。过来过一天确诊的人数，维持伫咧8-9万人，已经差不多12天啊。今仔日确诊人数总算降到8万以下。不过死亡病例也是有145例，搁再创下过一天的新高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北部的情形即嘛是有较长好，目前是换南部确诊人数也搁伫咧压悬，疫情也搁长伫咧高原期。另外，今仔日搁新增加2个重症，是无到10岁的囡仔，拢若像是有并发脑炎，经过治疗了后，目前已经有较差。76539个。9位啊，比之前一天来少了一些。本土确诊数小可降来，暂时跌到8万例以下。而到新增加本土个案76539例，各县市的确诊数只敢新北市依然超过1万，不过死亡个案145例创新高。全国大致数目稍微缓降，那北部已经大致上都比较平稳一段时间。好，那全国一日的生活圈，我相信这都是在高原期里面。新增加中重症378例，其中2例是无到10岁囡仔，有1个1岁查某囡仔出现救菌会喘的情形。查讲，医生诊断敢若是脑炎，先送交互病房治疗了，即马有小可较好，已经转到一般病房观察。另外1个6岁查甫囡仔也有规身躯救菌，敢若是哮喘的情形。查讲，敢若是脑炎，经过治疗了有较好，即马伫咧交互病房观察。目前总共有22个囡仔重症。死亡有10例，其中脑炎占5例，2例是肺炎死亡，1例是败血症，1个强鼻脑肿瘤，另外1例是伫厝内死亡。集中在就是脑炎、肺炎跟这个败血性的这些败血症或败血性休克这个部分，所以在分类上我们还是以这3大类。而到145位死亡病例内面，有45例是住伫咧长照机构的民众，死亡率27%。经疾管局长苏玉玲建议，甲因看做高风险对象，直接给因药啊，唔免个评估。那快筛阳经过医生的一个诊断之后，就直接可以给药。医生因为这些慢性病特别的多，所以用药上是不是比较保守的讨论？但是整体的规格大概还是不会改变。国内本土确诊数依然伫咧高原期，医疗量能正严。自5月2日开始，快筛阳性经过医生诊断了就确诊，每天拢有6成来自基层诊所的通报，和病院的急门诊小可较小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日前过严军顶一日伫伊个人的人品册发文，内容讲到看到真侪囡仔拢离开啊，引起袂少争议。行政院长苏贞昌2日表示，这若是不实的谣言，就会严办，引起在野党的反弹。针对这点，苏贞昌29回应讲，面对资讯战爱真谨慎，毋是针对啥物人。但是中讲台湾有言论自由，若是有散布假消息的记录，就交互调查单位来判断。月前郭彦均进前伫咧 FB 分享伊甲伊做医护的朋友的对话，一句看到遮尔侪囡仔就安尼走啊，经过网络传开了，互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讲不实的谣言就爱追究责任查办，引起在野党的反弹。对此，苏贞昌29回应讲，台湾是人治组织的上前线，对资讯战是袂硬放松，毋是针对任何的个人。保护国家社会安定，我们对资讯战也不能松懈。对社会安定有任何侵害，我们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这由权责机关依法公正办理就好，不是针对任何个人。有律师讲，郭彦均讲到确诊死亡数字，也是有可能触犯传染病防治法。指挥官陈时中也做出回应。妨害到我们这个法律的，基本上要符合2甲害。所以我们看起来，在这段时间整体，不管是我们这边来被通报的，或来举发的，或来到刑事单位或调查单位去举发的，
整体案例里面，它大致上被起诉的大概都不到30%。但市长讲，台湾对言论自由正保护，不过对恶假害的尺度也正严格。刑事调查局等相关单位，若是有问到相关的情形，会请法律就事实做汇报，由调查单位来做判断。随后，郭彦均也赶紧删文，并且发文道歉，同时也各界伫咧声欢喜。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讲，愿意提供义务律师团改斗3工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讲，政府应该重视囡仔的死亡率，无必要针对个案，唔通压大炮拍鸟啊。家长都非常紧张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家长在急着打疫苗。我觉得行政院长应该是很忙的，有没有需要用所谓的大炮打小鸟？我想每个染疫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，都是心头肉哈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的重视，所以我们继续努力防疫，希望疫情早日结束。台北市长郭文铁讲，民主国家本来就各种声音，无声音无表示事实无存在，政府爱有同理心来了解百姓的心情。黄珊珊是以家己做例，讲伊敢若一个囡仔，讲每一个数字拢是家长的心肉。台湾疫情这么严重，也讲真侪代志是苏贞昌应该去关心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艺人郭彦均伊人并册这篇破文引起真大争议。今仔日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，强调讲这是事实，毋是假消息。也刑事局是回应讲，因袂传唤这个姓郭的艺人，因为要侦办的是这个内容农场背后的主使者。要办一起办，很多孩子走了。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门口，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徛几排，讲要自首，而且交投案书。我们就把这个投案书交给我们刑事局的代表，那就看现在他们到底是要一起办，还是要怎么办？因为艺人郭彦均伫咧个人的人面册破文，内容内底一句话讲到真侪囡仔拢离开啊，引起争议。行政院长苏贞昌2讲会严办。均在这个事件里面，他只是转达了朋友的看法，以及一个身为父母的忧心。如果真的郭彦均被移送法办的话，我们会当他的义务律师。国民党立院党团嘛召开记者会，特别强调讲，真侪囡仔拢离开，毋是假消息，而且批评蔡政府恐吓人民。我们6位委员完全赞同郭彦均的讲法，要办一起办，会站出来捍卫言论自由。制造恐慌就是会有人信，就是会有人传播。我再跟大家报告一次，制造恐慌不会帮助防疫。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嘛特别召开记者会，副局长黄家琪讲，针对外界风声讲要约谈艺人郭彦均，强调讲目前并无这个规划，嘛要对伊进行任何的侦查，是要锁定内容农场幕后的主使者。根本还没有展开侦查，也没有立案，也没有约谈任何人的打算。要侦办的是内容农场这种的幕后者，而不是郭姓艺人。刑事局表示，经过初步的调查，这篇文章相关的内容真侪是为境外来的，资讯甲破文的时间拢真小晏，研判是特定的卖种也管理者调工操作、散布相关的内容，提醒民众毋通散布疫情不实的消息，若无会以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条例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马疫情的期间，细汉囡仔去为着新冠病毒的情形，或者是家长是感觉真着急，拢赶紧要安排甲囡仔注疫苗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因孙今年是5岁，嘛是第2届才预约着疫苗，所以伊会当体会这做人父母的心情。伊嘛强调讲，6月初3会有33万ton的儿童疫苗会送来台湾，到时这数量是会比目前的需求量要加10万多ton，请家长就唔免想过头烦恼，疫苗一定有得住。照上面的时间来了，好，后面500个没有了。工作人员一个发号码牌，这先生摕到过人车载去注射 BNT 儿童疫苗，最后一张第500号。后壁几个无摕到号码排队的民众，工作人员也真体贴，先发互因下晡张的号码。有过人市已经排定有想要住的国小的囡仔，5月30到6月中伫咧学校注射，所以讲来这排队的真侪是还未读小学的囡仔。等一下安排的全部都只有到小学，没有任何幼儿园的时间上安排，所以我们就要注意。
贵人市早起下晡分别提供500个名额，早起开放户口设置伫贵人的囡仔，下晡是无限制。看到各县市家长抢排队要互囡仔较早来注射疫苗，但市长表示会甲地方政府讨论是毋是设立大型的注射站。伊也强调疫苗量绝对有够，扣除确诊3个月内无用做的156000名的儿童，就算注射率是100%，也是加出10万外剂，若是要做一定做得到。我们现在在手上已经要发出去，等于有77万。然后6月3号我们会在有33万的到货，我们总共的总货量有110万。这一波可以打的人是不到100万，99万多，量一定够。纵使达到100%，我们的还有剩余辉瑞的疫苗会剩下10万剂。但市长讲，伊家己5岁孙仔也是头一摆无有约到，第2摆才有约到，较慢几工离异，伊会使体会家长的感受，不过也希望家长免烦恼，一定做会到。但市长也讲到，5月28为止，全国 COVID-19 头一剂疫苗注射率已经来到88.07%，第二剂81.75%，基础加强针注射率0.87%，追加剂注射率65.26%。希望大家继续来注射，度过这波疫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咧中南部的疫情，即嘛是当要进入高峰，地方政府的压力是袂少。目前高雄市府讲已经甲医疗院所直接核实，要来面对这波疫情的挑战。也那台中嘛宣布讲，为明仔载开始，会请105000个高中甲高中生等来学校注第3档的 BNT 疫苗。另外，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台中感谢辛苦的医疗人员，讲以目前确诊率来推估，台中未来2个月内恐惊会有30万人确诊。民众伫北方内底照顺序排队，队伍有几60公尺。台中中央公园设置的 PCR 提药得来速大型检查站，一天内底就来1000人。台中严重排毒病人 PCR 甲药物资料连线困难，打造全台湾头一个会使直接提供抗病毒药物的检查站。副总统赖清德离岛来遮视察，为医护人员加油。病人们的 PCR 的资料，还有健保的资料。还有合乎这一些抗病毒的药物都可以勾稽在一起，所以在这个的现场，他们就可以领取抗病毒药物。疫情指挥中心捌评估，为着比率达到15到20%，才获得实际甲病毒共存达到群体免疫。赖清德警示，中南部疫情也未到高峰。今年到这阵为止，台中市挖到的人数大约是14万人，敢占全市人口5%左右。预期未来2个月内也有30万人确诊。1个月甚至2个月。恐怕这个染疫的人数还会再增加，增加的幅度，如果说用20%才达到这个天然的族群免疫的条件的话，那显然还要有30几万人得到。中南部疫情继续清悬，地方政府唔敢大意。台中拜六2天本土确诊拢在9000例顶下啊，高雄更加连续2天拢超过9500例。台中市就宣布3月开始会调回105000名的国高中生，伫学校集中来注射第3剂的 BNT 疫苗。为孩子打疫苗不能停不能停！明天起会召回学生来在校园进行施打。咱较慢，比人较慢开始。所以这时间会突发，较慢，咱的朋友就较好准备，要有一寡代志会看较好势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，疫情高峰开始时阵才要来，不过甲北部来比较，是更加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，有信心甲公卫体系来面对这个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卖疫情要长伫咧滚价，快筛试剂使用的量嘛长伫咧增加。伫台北市上山的下海城隍庙。为日起开始，连续3天免钱发6000份的快筛试剂，是啥未少民众去遐排队要领。另外，伫台南的圣顺北极店，有信众因为要甲新名答谢官方疫物资，所以即马伫遐嘛有免费发1000份的快筛试剂，现场是有真侪民众拢去排队。有人举雨伞掠日头，要排队领快筛试剂。台北市上山下海城隍庙，日七开始连续3天，免费分6000份快筛试剂，展起一遍下斗一遍，每一遍限量1000份，每一个人领1份，内面有2支。早起8点排队人已经从城隍庙排1点，搁排到对面的车路去。到6点，家己要用就有啊，孙仔要用嘛有啊。我还没有5点就来了。我们家里有7口人，所以都是大家分着用。因为排队人真多，排甲落长，为了要赶紧消化，庙方是限2条动线同时伫咧分。
另外，伫台南的台湾圣神北极店，要民众海湾管防疫物资，免费分1000盒快台试剂，帮助需要的人，也真侪人来排队想要领。领到河北牌1号的民众，心内真欢喜。啊，就今日排无啊，去药房嘛有排队啊。这早了，7点半。即摆咱拢，你要去买嘛麻烦啊，咱来排加减啊。真侪民众讲，大家拢要买快胎，去药房排买，才会一早起来现场排队。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，5月29加用快胎试剂实名制买进行，一旦买有3007件。已经卖完的有28件，但市长强调，目前量有够，有需要民众会当即马就去买。甲大家7月开始的免费分儿童实名制快台试剂，时间分开卖小摊，才袂排伤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马疫情要当食力的期间，坐火车的人嘛变较少。代替为5月10日开始，有96班区间车是暂时停驶，而且最近可能会搁减车班。代替讲会减火车的车帮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到运量减少，也佮有司机员确诊的影响，而且这相关的配套嘛会随时做检讨佮调整。自强火车站免过落车的人无多，车内旅客也剩无几个。就物假日原本是代替东部干线运输的尖峰期，不过受近期本土疫情影响，民众自发袂出外，坐车人大减，代替对5月10日实施头一波减班了后，运量又按继续下降，无排除最近再推出第2波减班。主要还是就考量疫情影响，旅客需求有下降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乘务人员也有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有确诊隔离的，那也都在持续在做评估啦。代替证实，最近乘务人员确诊数是继续清悬，即阵司机员有20多人确诊特殊隔离，人力不足，加上5月中头一波减班了后，假日离峰时间旅客意愿真少，所以讲内部正伫评估，平常时增加10列次尖峰时段的区间车，不过在假日可能减班110班次，也不过考虑旅运的需求又按伫评估中。其实台湾的人口也慢慢在老化，慢慢在减少，所以这些因素都会让这个运输的需求是往下在走的，只是走的比较快、比较慢而已。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让这个现象呢就非常的明显。根据交通部统计数字显示，去年公路公共运输运量是7亿9千万人次，比铁路运输的7亿9千200多万人次较低。在防疫考虑下，公路运输旅客流失比铁路是更加明显。不过，在代替可能继续减班的状况下，恐惊未来对偏远地区的服务性班次也会愈来愈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4年举办一届的全国文化会议，今仔日伫咧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进行到上尾一天啊。民间甲学界是拢真关心，讲所谓平台发展，也佮有艺术劳动者因薪水的条件，嘛希望会当增加创新的工具，甲国际艺术创作研究的翻译，互表演艺术会当真正做一个产业，会当永续发展落去。不论你是男生或女生，你都可以去试穿这个新娘的嫁衣。透过手机或者是 iPad， 就通进入所谓艺术的戏剧世界，感受千百万传统新娘衫的感觉。疫情冲击各行各业，尤其本地体质就正烂的艺术产业，当面临所谓转型的大挑战。文化部特别伫咧5月28到5月29办全国文化会议，邀请各界针对台湾文化边缘、IT 内容产业、甲视觉艺术等等的方向进行讨论。线上线下到底如何来整合，包含市场、观众，乃至于所谓的投资这件事情，表演艺术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进到市场？讲补助是应该要保本固底的。林佳峰执行长强调，台湾发展表演艺术30年来，即马当伫咧面对新的挑战，安怎伫咧市场机制甲艺术中间达到平衡，对下届策略投资、艺术生态的调整，拢得爱斟酌。所谓平台安怎有美感来发展，艺术劳动者的薪水条件到创新工具的使用等等，也是民间甲学术界关心的重点。应该来建构一个有效率，而且是快速的、具有美感的数位平台的建构，来跟国际接轨。文化部应该要积极的规划跨部会的讨论，至少针对这些劳动者的薪资，它可以比照我们今天劳动部的基本薪资的调整的节奏。
文化部长李永德伫咧会后结论的时阵表示，国内文化产达不足和文化施政的方向无明确，是长期以来结构性的问题。伊表示会积极来整备政府甲民间的资源，提升人才培育、数位串流甲文化内容的发展，避免文化资源流失。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。伫古早农业社会时代，为着要加趁寡所费，有的农民会伫咧泥枝骹吊芳竹，也就是饲芳的箱仔，而且佫会伫咧芳竹顶悬搭壶仔。伫咧家己德家最近有农民因兜芳竹的芳是朝朝拢白了了。伊讲，迄是因为因兜当伫咧办丧的，而且佫袂记咧搭壶仔伫咧芳竹顶悬造成的。不过，家己大学有教授就讲，若是徛伫咧科学角度来看，芳对环境的变化是真敏感，所以会飞走的原因无一定是甲壶仔有关系。等来也袂记咧甲即个芳竹搭净壶，所以所有的芳拢走了，已经走到无半只。家己阮一个芳农讲，因为处理丧事，芳竹袂记咧搭净壶，芳拢走了去。一寡饲芳的农民嘛讲，即摆因饲芳确实也是阁有即种风俗。到底什么原因？咱嘛是算讲啦，半信半疑啦。啊，嘛伊讲算讲人迄事迄款，就叫用迄净壶较真正啊，真正有差。迄有咱地嘛，第二组嘛。啊，伊也讲话嘛，咱囥的话，咱去甲囥吼，有哪芳嘛会出问题，哪学去像阮意决定啊，足歹啊。啊，尾啊就是用净壶遐真正的，真正有差。家己大学有研究芳的教授讲，芳真敏感，生分的环境也是有因的所在，拢会影响到因的行为。加上春天甲秋天本来就是芳较会耍秀的时间，会离开的原因其实真侪。你要说它是跟习俗有关，其实就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不会太去联想说它会跟学理上它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这样子。有少年的芳农讲，台湾早前饲的芳较侪是台湾原生的土芳，只要环境有变化，就会发生芳飞走的代志。佮加上迄当阵饲芳的技术无即马好，所以才会有即种风俗。即马台湾较侪是饲意大利芳，个性较稳定，所以伫芳竹搭壶仔，即马颠倒是较罕见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地区上低24度，上悬32度。东部地区上低25度，上悬34度。南部地区上低25度，上悬33度。东部地区上低24度，上悬34度。咱来看大岛地区上低22度，上悬29度。接下来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丹妮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